2025年最後一個月嘅樓市氣氛良好，就算長假期前後有大量嘅港人外遊都好，亦都冇咗12月份嘅交投氣勢，出現咗難得嘅旺市。從12月嘅股價表現分析嚟睇，綜合物業股價量係按月下跌大約8.2%，而當中涉及買賣成交嘅股價就按月下跌15.2%。相信當中都係受到長假期影響，令到部分數字滯後喺下個月先至浮現。咁所以相信下個月嘅股價數字將會有所提升。股度假比率按月上升2.5%，連升2個月，亦都創咗今年一個新高嘅統計數字。咁相信喺升市信號明顯底下，業主嘅心態會越嚟越強㗎啦。咁所以下年嘅股度假比率將會迎嚟一個考驗。2025年全年計，現樓同埋樓花按揭登記數字亦都錄得強勁嘅增長，前者升接近30%，而後者亦都升超過60%半，印證咗2025年嘅樓市已經見底回升。加上導入需求嘅政策利好，同埋終於擺脱咗色魔陰霾，2026年嘅樓市開局條件都相當之唔錯嘅。但仍然需要提防環球嘅政經嘅時局發展，尤其美國方面，不論係軍事政策或者息口嘅走勢，都值得大家警惕。